嚟到九龍冰室第8間。又多咗一間俾大家去食嘢、去吃、去聚會，有更多回憶同埋回味嘅好地方。每一次堅持都是現點現炒，沒有做預製菜的，因為我希望茶餐廳一直以來都是給大家一個可以每天來的地方。這個新店對我們來說，其實它不只是一個新的分行，而是我們一個新的品牌的一個新階段。我們希望把熟悉的味道帶回給大家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。即係我其實好中意佢哋呢啲呢啲佈置嘅，咁所以就吸引咗我入去食。食完之後，我發覺咗一樣嘢就係呢一間九龍冰室嘅味道好貼近香港。哇！